香火旁的守護，作者謝宇晴。行入獨居嘅鍾婆婆屋企，雖然地方細細，但收拾得好整齊，空氣入邊仲有一陣淡淡嘅香燭味。本來互不相識嘅婆婆同義工張先生，由一開始客客氣氣，甚至有啲防備，慢慢變成咗一對好知心嘅好朋友。張先生係一位天主教徒，但佢每次嚟到都會好細心咁幫信佛嘅婆婆抹下佛台，打理下家務。對婆婆嚟講，張先生唔單止係一個會幫手睇藥單、整電器嘅義工，佢更加係嗰個真係會掛住自己，肯停低聽佢講嘢嘅人，令到婆婆嘅生活重新有返重心。婆婆有本簿仔，入邊一筆一畫，好認真咁記低晒張先生對佢嘅好。雖然有時聯絡唔到嗰陣會好心慌，但呢份跨越咗宗教同血緣嘅感情，一早已經令佢哋好似親人咁親。張先生成日都話，幫人唔係淨係俾物質，最重要嘅其實係嗰份尊重。佢喺孤獨入邊點亮咗一盞燈，令我哋明白最動人嘅溫暖，其實就係埋藏喺最平凡嘅陪伴入邊。